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海关潘石南又搁增加一个确诊病例，已经到达有28人感染，全国的病例已经累积到426人。因为海关发生群组感染，总统蔡英文成为三军统帅，也出来甲民众会实体，也建议讲会详细对查。全国甘那村平湖无确诊病例，县长也宣布讲，对今开始到5月13，若准部挂嘴暗就要罚3000块。讲到海军敦睦舰队的群组感染继续伫咧加，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日阁公布一个确诊病例，也就是潘石南的官兵。潘石南到达已经有28人感染，新增加这位是目前检验者当中，伊的身躯内面有抗体，而且身躯也阁有病毒的人，这也代表讲伊早在之前就互感染过啊。海军潘石南互相烧话事件，搁再增加一个是20多岁男性实习生。个案在3月23出现发烧、嗽、皮无比这情形，食药了后改善，后来到一种检疫所隔离，头一摆采检是阴性，后来搁出现10批，第二摆采检才确诊。伊也是进前抗体检测阳性的人之一，真做国内头一个有抗体，确实也是画着案例，代表进前都有去画着，不过身体也有一寡病毒存在。抗体出现，后来它基本上病毒量就已经开始下降，所以还共存了一段时间。不过这一段共存的时间越往后面，大家就也说过，它越是那种时阴时阳的状态了。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敦睦舰队转来这几天是防疫危机，就看社区风线是毋法度走会调。不过国内已经第10天无本土病例出现，整体来讲社区感染风险低，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家己心乱。整体也因为出院的速度增快，所以我们医疗的准备也不会有问题。社区相关的一些准备也都持续在进行。另外，3月30华航对美国纽约飞台湾 CI 空域班机机顶有12个确诊个案，其他乘客甲机组员328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案例379例，酒店女公关的相关接触者123个人，采检结果也拢是阴性。两个个案拢检测期满拢结案。而搬石军南确诊接触者，即阵必须接受采检的有67个人，其中64个人已经采检，40个人是阴性，24个人检验中，另外也有3个人等待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海军潘石南发生群组感染，总统蔡英文伫透早也发表谈话，强调总统是三军统帅，国军的代志就是伊的责任，也针对军南发生疫情向民众会实的。蔡英文也强调讲，若阵有调查结果出来，绝对袂暗互相。另外，也有媒体问讲，此去敢是有去别位执行其他的任务呢？蔡英文也回应讲，无去别的所在。我是三军统帅。国军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我的责任。但海军这场任务在防疫上出了这么大的微失，让国人因此承担疫情的风险，我要致上我的歉意。敦睦舰队爆发官兵群组感染，引起大家惊吓。蔡文亲身出面会实里，21暗时，国防部长严德发开记者会，国防部长甲海军司令刘志斌要自请处分。外界关心是毋是有新一波人事变动，蔡文表示配合疫调，了解真相才是优先工作。调查完成后，绝对袂袒护。海军在防疫上出了疏漏，我已经要求以诚实作为最高原则。国防部昨天也检讨了4大缺失，这只是初步，完整的调查清楚之后，我绝对不会护短。现场有媒体质疑，敦睦舰队出航保留时保留当事人确诊，官兵回航煞未掉，是不是有执行其他基地任务呢？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了哈，那也不方便在公开的场合说了哈。但是你问我说，除了帛琉之外，还有没有去到其他的地方？那我的答案是没有了。蔡文也讲到，当前台海情势对华军事动作真多，疫情期间必要的战备演训也是爱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海关潘石南发生群聚感染，造成28名官兵去治疗武汉肺炎，也甲支队长陈道辉调离开现职。针对外界质疑国军有暗砍疫情，陈道辉除了否认，也老实讲，伊无回报官兵发烧代志。国防部长严德发认为讲，支队的回报机制确实有唔对的所在。在此，我用生命保证，我绝对没有隐瞒任何疫情。电话另外一边传来海军敦睦舰队支队长陈道辉的会师礼，目前人被隔离，而且调离现职。伊强调，身为军人，甘愿死伫海上船顶，无可能互病毒去危害民众家人。敦睦舰队爆发团体感染，造成28人患着武汉肺炎。陈道辉好认隐瞒疫情，却讲无确实汇报官兵发烧，讲法前后无共。病源比较严重，他住了2天，所以我有回报。剩下4员。我很诚实的报告，我并没有回报，因为医疗小组给我的建议是，他们只是一般的感冒。当初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于嗅觉方面，或者是那个时间点是没有的。面对立委追问是什么人同意15部队休假离营，陈道辉表示，家己只是奉命执行。国防部长严德发讲，敦睦支队回报机制确实失灵。卫福部初选发布通报，新增偏无食无味等项目，讲到打扫老偏无食无味可能是调病症状，也毋过南指部采购者透过电邮团上支队，也无灰色追踪，形成防疫看法。刚刚舰队长讲的哭哭啼啼的，不是男子汉呐、真正的男子汉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啦。不好意思，我们的船上的人就是发烧了，请你赶快派直升机，把我们捍卫国土的中华民国的海军弟兄姐妹载回来治疗。就是他没有回报，没有按照规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后续还在继续再去查。敦睦舰队调兵引起全民关注，也不过国军讲白菜推卸责任，影响国军形象。林焕仪外交甲国防委员会要求国防部进行潘石军舰调兵专案报告。原本敦睦舰队支队长潘石舰长以3人透过事先接受咨询，引来真侪名领衔立委的不满批评公信官兵。领衔立委表示，避免小官被国防部定罪成为大罪人，双方一度吵吵闹闹，最后由陈道辉接受电话咨询，并1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海关的潘石南有28位感染者，其中有11位伫高雄。高雄市卫生局搁再公布5搭是致病患者去过行大点，目前也甲这寡所在全部消毒过。另外，伫咧台南的部分是因为有一个病例捌去过城台拍篮球，目前也正咧追查接触者。台南市教育局也宣布讲，对23开始，中小学的校园拢禁止对外开放。高雄市环保局人员对大陆高草原道外口开始消毒，连瓜饼也一直喷。而百货商场因为接到通知，临时暂停营业，现在工作人员拢来上班啊。知影要消毒了后，只好先回去。而这是因为高雄市卫生局经过疫情调查了后，搁再公布军舰的官兵捌去过5个所在，有热炒店、餐厅、小港户政事务所就去了2摆，拢进行消毒。而原本拒绝疫情调查官兵也减少了。原先这个不配回答的，所谓拒绝回答的，这个我们剩下58，在昨天8点还没有接通的也降到55通。潘石南28个确诊案例，其中11个人伫高雄，和市长韩国瑜认为是疫情高危险区。百货商场、大卖场拢有确诊者捌去过。嘉在市府列出9个疑似去画到市民，经过检验了后拢是阴性，暂时才佫较放心。不过，伫台南有确诊者到城大工学校区的篮球场拍篮球，有13人斗阵拍球，市府一直立，即阵还有2人也被找到。而城大连线真侪确诊病人拢去过所在，和市长黄伟哲决定23开始，不管是上课下课时间，台南市的中小学校校园全部不爱开放给外界使用。不管是在上课前、下课后、放学后，这个校园全天。这个室内的活动中心，还有室外的操场，都停止开放。无设围墙的学校用黄色封锁线围起来，禁止民众入去。连要接送囡仔的家长，拢爱伫外口等才会用的。进去运动啊，或是活动，一个休闲的空间比较好。另外有确诊的人，坐国光客运到贵人，迄天载人的车已经确认进行全面消毒，也互司机放假伫厝的自我隔离。即阵健康状况良好。贵人市政府也找到坐伫确诊病人边仔的人客，通知到本人一定要做好全面的防疫。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也无确诊病例的片湖县长赖芳伟也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到5月13，伫片湖拢爱挂水庵，违规者会罚款3000块。不过，伫咧家己有一间真侪人排队店，真侪民众去买物件也是无爱挂水庵。排甲长到落水过中的圆环，而且真侪人去做伙，民众翕相片，也佫标出其中几下下无挂水庵，烦恼海军巡逻舰队造成疫情升悬，家己即间2间排队有名店家，可能正做防疫的空项。拜3拜5的早时拢8点的，我拢8点进前就来。哦，拜足长的啊，一个圆环扣我要到啊。是在发号码单的时候，大家抢着要拿单子，会人潮比较拥挤一点。那我们只能够尽力跟顾客宣导，一定要戴好口罩这样。业者澄清，就是希望顾客唔通群聚，才改做今仔日发号码牌，明仔载依分流时间买，也伫附近标注排队距离。毋过发号码牌进前也是会客真侪人。家己县政府表示已经派人了解，未来会去劝导。毋过为这波海军疫情，澎湖县政府是开第一例，22宣布到5月13为止，澎湖全民到外口一定爱挂喙罨，按若无会罚3000。包括民众或者是游客或者是工作者只要在户外活动，那一律要戴上口罩。那初期我们以劝导为主。官会呼吁到5月7号之前，关府员工尽量唔通去，为着官兵去较济台南甲高雄出场，对澎湖推出动法，国民甲游客有人支持，也有人无认同。海上啊唔免，因为海上待了3、4个人、1、2个人，不让人到好在。防疫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啊，而且那前几天又爆出让宾馆，因为澎湖也是属于海军也是很多，对我们是非常担心这个区块。澎湖海上活动业者真侪，有人烦恼严格防疫规定会予游客唔敢去。澎湖各港口也已经禁止外县市的船啊钓鱼船水上乌托邦停靠。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在今日召开纾困振兴进度记者会，由院长苏贞昌来说明纾困上新的进度。苏贞昌也表示讲，这礼拜大约有90万人的纾困现金会入去因的口座。另外，正南所集集的库碰券的效益，经济部也讲会收集众人的意见，重新检讨甲调整。立法院三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的修正案，加纾困也有振兴特别预算增加到2700亿。所以来看疫情发展的状况，会使搁再增加2700亿。国民党就积极计供4200亿的纾困金，这已经是达到负债的进步啊。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这是因为因应疫情在咧做准备。疫情的本身大家都等于摸着石头过河。那未来会到怎么样，也会随着被疫情冲击的是怎么样，以及因为这样的疫情变化，是有哪一些经济活动，有哪一个振兴方法比较好，也都是活的。苏贞昌讲要救经济，就要让民众有感觉，强调防疫就要提早部署，纾困也同款要量早准备，包括中介收入户含弱势、计程车甲游览车的稳健，家己营业做生意，也有受到影响的企业甲员工等等，差不多有90万人在这礼拜就会使领到纾困的现金。弱势有87万人，现金入账1500块，一家有4口，所以特别加注。是行政院花这些钱，我们到县市政府，很感谢县市政府最快的速度，昨天都已经开始入账。苏贞昌表示，在咧4月23拜4，会在咧行政议会通过这新增加预算。4月24会去立法院报告备询，也希望所落来等到疫情转好了后，会搁再启动振兴措施，鼓励民众出外消费。那是不是要发库碰券？苏贞昌讲，这设计未去限制，会收集社会意见，也看疫情安怎样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劳工拢无日头通做。劳动部也推动安心即时上工计划，提供1万个临时工的工作机会，要互非典型劳动者会通申请。所有真侪地方政府说伫咧发声，爱中央政府放宽资格限制。劳动部也决定改做过去1年来有劳保记录的人就会当申请。有名旅行社带大陆线领队，因为疫情对1月底带团返来台湾了后，就不搁出团啦，一时失去收入。所以最近到台北市政府加入青人防疫1.0计划，1个月会使领2万多块薪水，加减赚。
最后一团是从1月25号，我是大陆线领队从大陆回来，那就开始整个配合政府的政策，观光局整个就停团，一直到我们4月初来从事这个工作。台北市最近搁再推出青人防疫2.0，也就是劳动部推出全台版本的安心及时工作计划，由各县市政府清出1万个工作，原本目标锁定非代表性劳工，也就是投保薪水在23,800块以下，而且近6个月来劳保爱保2个月以上，确保来申请的是真正劳工。不过，桃园市长陈文灿认为这款的标准伤严，桃园1340人报名，符合资格只有487人，合格率36%，呼吁中央放宽标准。现在的职缺的余额还有空缺数，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样的部分做向下修正的调整。投劳保6个月里面有2个月的投保记录的人，我们往下就拉开到1年内他曾经有投过劳保记录的23800以下的工资劳保集聚，那我们也是往上那个结构。劳动部表示，地方政府真需要防疫能力，人却是无道理外，所以讲决定取消原先设定的资格限制。不过，安尼一来，全台千万名的劳工拢有机会去公部门工作，是不是影响到有需要的弱势劳工？劳动部讲，会请地方政府尽量以非代表性劳动者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海军潘石南发生群聚感染，军方伫18就紧急调回船顶的官兵，准备来做集中的检疫隔离。这个官兵集合的地点，19个内面有10个就是学校，包括台中、彰化、南投、台东的地方政府，拢甲这个学校以及着附近的区域进行消毒啊。环保局人员日透早就到学校外围进行消毒。海军东部舰队人员伫18被紧急调回，台湾本岛拢总有19个集合点，其中中部地区有6个集合点，就有5个是学校，而且事前拢无通知地方政府甲学校，让当地民众无法度接受。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应该啊，因为毕竟这学校进出的学生这么多。我觉得他应该要早一点告知他集结的点到底在哪边。不要造成人家这样子以讹传讹，这样子人心惶惶的恐慌。东部舰队被调回人员伫中部的集合点，包括台中、彰化、南投甲云林市的县市。位伫南投埔里的基台附中有8个官兵伫遮集合，学校的监视器清楚翕到军方巴士甲救护车，也毋过因为这是家长接送区，学校非常烦恼。这是我们的家长等候区啊，所以我们是到昨天下午以后才拉上封锁线啊。所以也是担心说，这段期间也有许多我们相关的民众啦，可能都有使用这边的一些设备，包括提款机哈。台东高中也是海军官兵集合地点之一，不过对官兵为什么集合，也完全无任何单位来通报。校长感觉真奇怪，拜日就针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毒。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会有这个疑虑，那一定用最高规格的方式来面对防疫的工作。台中市的集合点除了台中一中，也有乌日区的东园国小。台中市府也是一透早就派人来消毒。台中市长罗秀燕认为，各军的相关资讯应该爱更加透明。我们希望给我们清楚透明的讯息，我们愿意帮忙，我们愿意善后，但是不要老是像挤牙膏一样。那我们从各种零星的管道才能得到资料，才能够来进行这个善后的工作，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台中市府表示，目前又无清楚到底海军官兵是伫东园国小倒一个位置集合，希望军方讲清楚，才袂互民众有疑虑。另外，中华私立精诚中学也有10个人集合，军方迄当时也无讲明原因，也毋过因为学校怀疑甲疫情有关系，迄天就已经完成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治病海军官兵4个去行打，地方政府敢会来封城呢？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讲，台北市若准备来封城有困难，会牵涉到中央部会，就要甲中央政府搁再来协调。后礼拜就会进行岛上的模拟演练。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宣布讲，避免民众互相来接触发生感染，公家的场所、体育馆等等是延长封馆到5月初1劳动节过后。海军潘石南官兵群聚感染，搁去过北中南，最近各地引起封城讨论。台北市是毋是有可能封城？郭文泰承认，台北市封城有困难，牵涉到中央部会，爱甲中央协调，下礼拜会进行封城斗阵演习。事实上，台北市的封城远比想象的困难了，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在做自嗨的，你知道吗？因为像比方说了
行政院跟立法院关起来要怎么做？坦白讲，这个还要我们台北市政府要跟中央协调，大概预计下个礼拜会正式坐上演习。针对敦睦舰队的调查，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对捌出入过江浙地点民众发出20万个细胞简讯。郭天庆辉已经视察危机，疫情会指挥中心将疫调结果交予地方政府家己决定是毋是公布。不过各地无共调，中央应该有统一标准，毋需要地方政府家己做。向加敦睦舰队疫情拓开成做社区的空棚，后休息也阁宣布新北市公有场馆封馆，阁延长到5月年假了后。再加上它的足迹遍及全台湾，我们不能不谨慎面对。5月1号、2号、3号又是3天连续假期，我们也非常担忧连续假期所造成的交叉跟群聚的感染。敦睦舰队官兵8路船休困3天，参加真济社区活动。到4月18接集中检疫，到后边推算14天，就是5日劳动节年假，避免人济带来交叉感染，拢爱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前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店长林英基昨被破产，警方在今仔日伫高雄抓到3个嫌犯，也因为香港歌手何韵诗去年来台湾的时阵也被破产。林英基认为讲这绝对不是个案，呼吁台湾就要看重中共代理人的问题。涉嫌对香港人林永基破产的3名嫌犯，分别在2日透早甲早起11点，伫高雄市抓到，互警方带登去台北市来询问。为什么要破机呢？2早起，嫌犯带着林永基到中山北路一段巷仔内底咖啡店，摕到装有红漆的饮料杯，趁林永基坐落时阵，对伊判有漆。过了1天了后，林永基的头毛甲手骨拢有红色的漆。早上不知道台湾台北警察已经把那个疑犯抓到了，出去我当然是有点担心啊，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林明基对着这种破产行为感觉会烦恼会惊。外团嫌犯讲，会对伊破产的理由是不满林永基用无款的方式伫台湾搁再来开册店。林永基真无奈讲，无得接受这款的犯案理由。这是不合理啊！大陆找台湾的一个大人员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不是要真的要把它解决掉？完全没有任何的。香港歌手何韵诗去年来台湾就被予通缉党判有罪。林明基即阵也遭到这个恐吓，伊认为这绝对不是单一个案，虽然案件也未调查完，不过林明基认为中共代理人问题无应该被忽视。伫台北地检署已经将这个案件交予承办过何韵诗案件检察官负责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中国最近伫咧抓第2批疫情，其中乌龙江省的疫情也当咧严重。有1名对美国回来哈尔滨22岁留学生，有可能已经为患70月的人。地属哈尔滨有2间病院发生院内感染，调查名单竟然有4100多人。中国官方第2日表示，因新增加的7个本土病例，全部拢是对乌龙江来的。乌龙江疫情变甲无法度收煞，一名为美国登去哈尔滨市的22岁细汉的留学生，接受地处隔离，也通过检测是阴性。该度隔离去过上海，即马被怀疑是这件疫情的源头。一个人可能感染71个人。地属哈尔滨的2间病院爆发院内感染，排查名单达到4106人。大锁头已经封上了，啊。这个是确诊病例，人也不用下来了，也上不，人也上不去。除了病院沦陷，哈尔滨市金城小区一栋边隔被强制封楼，大门锁死，打红色封条，不准民众出入。因为这出现武汉肺炎疑似病例，显示哈尔滨市疫情严重。为了防止疫情拓开，哈尔滨市严防境外输入，要求各村社区一律禁止不是本地人员甲车辆进入，出入口拢安排专人留守。武汉现有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下，连续7日无新增死亡病例，做好边境地区和口岸城市的疫情防控，严防境外输入病例再次引发本土疫情。中国卫健委上新疫情指出，21日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例，全拢来自乌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团体感染。不过官方将重点放伫武汉疫情稳定，无被讲国内爆发第2波疫情。中国教育部近日调集疫情防控专家，指导各校做好防疫工作。
错开这个上课啊，本来一个班是这么多啊，大班的，或者说变成小班啊，这些是有很多具体的困难，我都理解。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进行了。中南山地施行会议认为中国疫情未引起大传播，所以赞成学校校区实施分流教学，落实防疫措施，遇到问题及时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日本。日本国内武汉肺炎的感染人数到今也超过15000人，死亡人数也达别到300人，甚至有11位死者是过身了后才确诊的，是因为有一寡患者无出现感染的症头，是雄雄过身了后经过验尸，才发现讲去治疗武汉肺炎。讲到美国疫情也当咧豆豆稳定啊，联邦政府甲州政府也拢在讨论要安怎解除管制措施。不过，美国的疾病管制署也提醒讲，目前虽然到冬天，也就是流感季节，也阁有几啊个月，不过也是要学着驾驶，伫检测甲疫情调查的部分，就要量早做准备。虽然美国因为防止这波武汉肺炎疫情，早就停止绝大多数的入境签证，不过川普政府也是宣布新的入境管制措施，即摆是针对所有的旅客，也就是申请永久居留的申请案件。This pause will be in effect for 60 days, after which the need for any extension or modification will be evaluated by myself and a group of people based on 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time. Millions of Americans sacrificed their jobs in order to battle the virus and save the lives of our fellow citizens. We have a solemn duty to ensure these unemployed Americans regain their jobs and their livelihoods. 民主党票仓的纽约州长古莫甲川普总统会谈了后，说明伫联邦政府支援检测器材等部署之下，中央甲地方将协调如何重启经济活动。We're starting to talk about reopening and planning reopening. Everyone is obviously concerned about how you reopen, and if you reopen in a way that is too rushed and you're not prepared, you could actually see the infection rate go up. 这也是疾病管制局 CDC 观察的问题。CDC 预计今年若讲有第二波疫情时间将伫入冬，也就是流感季节开始的时阵，到时阵若讲要应付两种无共的病毒散布，除了扩大体检、落实疫情调查，就是感染源的追踪都非常重要。CDC 估计要做好这个部分，人力需求需要达到3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印度伫咧3月25宣布要封城，却因为伊措施伤过赶，也出现一寡问题。亲像真侪失业的移工搬山过了，要回到伊的故乡，煞有查某囡仔摕着透纸熊熊来死亡，甚至也有人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日子，在半中途也有人放关入去检疫所来隔离啊。印度伫咧3月25宣布封城到今，因为无相关的配套，造成各种的悲剧。真侪失去工课的移工，敢来当长途步练转去厝里。一个12岁查某囡仔讲马德卡姆，为着要为做工课的辣椒园行转去恰蒂斯加尔邦，3天行100公里，10八伫咧离因兜10公里远的所在不幸来死亡。जहाँ तक ये लग रहा है ये गर्मी का सीजन है दिन भर रात भर ये लोग बाग चल रहे हैं तो उसके कारण हो सकता है एग्जॉशन हो गया हो या फिर इलेक्ट्रोलाइट इम्बैलेंस या फिर शरीर में पानी की कमी यही एक कारण हो सकता है。就算党有过行真远的路，也阁有现实的经济问题。原本伫咧德里做工课的移工库许瓦哈，等去故乡年华离了后，根本就找无会当做的工课，干来当暂时挂麦啊。换来甚至毋是工资，只有一部分的收成，而且这份临时工敢若有短10工。कट जाएगा अपने करेंगे व्यवस्था कुछ ना कुछ तो किसी से मांग लेंगे खर्चा पानी फिर बाद में दे देंगे जब दिल्ली जाएंगे。面对真香港内封城造成的混乱，部分的地方政府紧急宣布，所有要转去的人都要接受14天的集中隔离。有一寡移工无法度转去厝里，颠倒直接放掠去检疫所，实施军事化的管理。पहले आंटी सबसे पहले अपने बच्चे को देखना, उसके बाद उसके लेके जाना है घर। लॉकडाउन खुलने के बाद अभी कहाँ जाएंगे? मैं तो ये चाहता हूँ मैं जल्दी से कोरोना खत्म, मैं दोबारा शीशगंज में दोबारा सेवा का मौका मिले。法国媒体法兰西日时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印度全国目前已经有几百万人失业，加上真侪所在的卫生条件无好，经济甲公共卫生的问题做伙出现，互这个国家是头壳摸咧烧。记者综合报道。讲
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到全世界经济，咱台湾主计公署在今日公布3月失业率提升到3.72%，失业率是连续2个月一再增加。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3月失业人数是44.5千人，比2月增加2000人，是因为部分企业实行无薪假，这款情形伫4月会搁较再明显。疫情无停歇。咱的产业也受到冲击。伫咧彰化县，目前已经有上千人放自遣啊，放无薪假也超过1000人。伫咧彰化也有一间病院伫咧做好代，为着要协助民众渡过难关，逐个月提供50个做临时工的工作机会。伫病院门口协助民众用体温消毒双手，黄小姐原本伫脚踏车工厂上班，不过因为工厂产量减少，伊被放无薪假，暂时到病院来拍工。彰化湾营病院自这个月底开始，逐个月提供50个会，互伫疫情期间失业的民众也可以当维持生活。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公司现在都在放无薪，想说找个临时的工作。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刚好在旅游业上班，然后这个旅游业就是受到影响这样子。江小姐原本伫旅游业，不过即马旅游产业真凄惨，伊也失去工作。疫情还未落落来，像因共款拄到减班无薪假，甚至被自遣的民众袂少。彰化湾营病院表示，提供的课包括协助防疫，也是为病人送药等工作。未来病院也会当结合病房，互因到社区进行老人送餐，也是社区消毒等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大概1个月差不多50个名额的这个以工代赈的这个，让一些乡亲朋友，如果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突然没有工作，能够来这边有工作的机会。那工作的内容大概就是说，也刚好在这个期间协助我们医院来防疫。根据彰化县府劳工处统计，随着部分企业减班、餐厅结束营业等，全县目前有1141人被自遣，放无薪假的劳工也有1112人。湾营病院这款以工代赈的课是带头示范，希望有更较侪有能力的企业在里做，帮助劳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宣布讲，今年国中会考加4期自专的统测，因为疫情爱开窗仔门的关系，取消延期的听力测验，真侪学生拢在话讲无公平。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表示讲，今年无要考听力测验，是为着要确保公平性，其他的题目也是会当分出关键。为着会考做最后的准备，国中9年的囡仔逐科拢爱复习。虽然英文听力测验敢若占英文2成的分数，嘛袂使放松。就关窗啊，对啊，关窗啊。害怕关窗？对，担心吗？我觉得口罩觉得还好。关窗仔门练习听力，但是教育部宣布会考会开冷气甲窗仔门，嘛取消今年的英文听力测验。甲分数刷去外头测验，有考生感觉这寡拢白准备啊。其实说影响到很大是不会，但是就是也剩不到1个月啊，这样突然讲话就是有点奇怪。觉得有点不公平，因为就是大家有在准备听力，或者是说听力比较好的同学，可以借由听力这块拿分。那如果是听力不好的同学，就这样不考听力了，他反而就是赚到了，因为他不用担心他听力会听错。今年因听无要考，有国中认为决定是真临时。听力真强的学生认为无公平，老师是认为恐惊影响台选学生的正确度。我想老师来搭配108课纲，你今年突然收进来学生是，可能他的技能上会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办法做判断的时候，那可能老师在推后续的这些教材上面，可能就会造成蛮多的困扰。因听无要考已经是事实，老师讲，敢若会当甲有不满情绪的学生讲，读册路阁真长，今年无要考，去高中也是爱读，新大学嘛会考，转去平常心面对。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中华职棒是疫情当中全世界唯一一个伫咧比赛职棒。顶礼拜5伫 Twitter 有使用英语转播，也吸引500万人来观看。这礼拜5的比赛犹原有英语转播，希望全世界的人拢来看。13号336。去新庄球场统一赛对一员挂喙暗，通过红外线监测仪，确认体温无问题，才入去。
主场汉将球员正进行攻守基本练习，真平常的例行公事。因为其他国家一帮袂当拍，就感觉真珍贵。也因为中职领先全球闭门比赛，野手林奕泉将第21达成生涯1600安的纪录。能稳定的出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才能完成这个纪录嘛。我觉得现在防疫比较重要啦，大家还是要先以疫情为优先啊。观众袂当进场无票房，今礼拜桃园的5场主场赛事伫推特英文转播，吸引将近500万人次，互中职成功走向国际。富邦甲统一也决定，礼拜5、24开始的主场比赛，伫推特提供英语转播。有国外媒体当然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新鲜的，以前是比较少有这种状况，那感觉上是热度是有。推特英文转播效益大，桃园市长陈文灿也讲，已经甲乐天桃园负责转播的 Eleven Sports 协商，提供200万的直播补助。主要是要有英语的评论员，那国外的球迷才看得懂。那我们希望说，一个球季大概60场。英文转播和中职伫短时间内赢到能见度甲话题，要延续这制度，海外转播都真关键。限制确定伫5月初5要开始拍，可能分散海外球迷。有球团私下表示，希望5月初应对外宣布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来到台湾传教奉献予台湾超过50年的意大利神父卢略色，伊在4月初替意大利募款，结果伫咧一礼拜内就募到1亿5千万，也有真侪医疗物资。这款物资经过经济部的核准了后，当时送到意大利去啊。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照顾。甲台湾的民众表示感谢。意大利神父吕赫瑟，因为因故乡意大利的疫情严重，医疗相关的物资真欠缺，所以4月初发起募款。结果台湾一礼拜内就募到1.5亿的善款，甲真侪医疗物资，提早达成目标。谢谢你们所有的对台湾的老百姓知道意大利的痛苦，拿来无条件的、很慷慨的帮忙。Compared to 2 months ago, it's much better. The help that we have received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also from Taiwan, a really big 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工作人员一箱一箱咧搬，要甲顶头有打 Love from Taiwan 的防疫物资搬上车，内底有喙安、防护衫，还有遐豆尖等等274箱，拢总1790公斤重的物件，全部要送去意大利。国内捐赠的物资我们会分2批送，捐款的部分已经陆续抵达意大利了。那目前已经抵达的物资将近差不多6000万左右。第一批已经在4月10号抵达意大利。吕若瑟神父所属的天主教灵医会创办罗东圣母病院、平湖马公病院、甲圣家明启智中心，伫台湾奉献超过半个世纪。即马故乡有困难，真侪台湾的民众甲斗相共，希望会当共同度过这段防疫的期间，嘛加做台湾甲意大利两边的美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对去年底开始防疫，全台湾顶顶下下拢真团结。咱公司台基台也推出系列专题，找找这段时间以来尽心尽力伫咧防疫，互人感动的点点滴滴。在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位在法国留学的台湾学生，伊在疫情爆发期间开20天的时间，才对法国回来到台湾。这批疫情的政策甲隔离对有甚物款的影响力，咱做伙来了解。内心的挣扎，我们到底是要继续留在法国，还是要回台湾呢？王体温记录身体状况，自泡面来指标，远距离上课写作业。这是台湾留学法国的朴树生演示伊居家检疫的日常生活。伊伫2月底就观察到法国疫情正紧，就为几60人变做200人，政府防疫的动作绝对无对。伊伫当地挂喙安受到歧视，决定先放下学业，回来台湾。现在准备上机回台湾，其实在欧洲、法国这边，几乎是没有任何人在戴口罩的。
3月7號為法國波爾多轉來到台灣，選定13點鐘，伊攏掛 NQ5的喙暗，盡量無食飯，無去便所，車10到台北進行自主健康管理。18因為政策為法國轉來的人該做居家檢疫，這段時間因為調時差、天氣變化酷掃，勿懷疑家己敢是圍着，好加在問過醫生，確定講這是家己嚇驚家己。还是会有阴影的，一定会。我直到现在就是已经过那么久，那基本上也没有症状发出来。但是比方说流鼻水、有咳嗽，我也会担心说，那我到底是什么时间点感染的？拢总经过20天，一直到3月29，也兄全工到台北赛车载伊转去台中的故乡。演示表示，无想到讲这抓要转来故乡的路这尔远。进前，伊伫台湾辛苦医治远距离上课，正会晓数字管理的伊讲，伊的中程计划全部拢互疫情拍个乱去。这场疫情之战，嘛改变演示甲厝内人的生活惯习。但是消毒跟每天回到家里面要盥洗衣服这件事变得也彻底执行。我们是手脚消毒的，连鞋底都消毒。目前，伊正骨力咧做国民外交，法国朋友的态度嘛和进前无啥共款，拢来问伊讲防疫有啥物撇步，伊嘛正愿意甲台湾的防疫经验分享予法国知影。记者尤伟珍、张玉水台北报道。伫咧台湾，真侪民众爱啉手切茶，一年大概会用掉15亿个塑胶杯仔，甚至伊若准去到传统的菜市仔买菜回来，塑胶袋仔摕10外个也是接看会到的。而且使用这一届用着拼了的塑胶材料，造成地球真大负担。看敢有法度对源头就来减少使用量咧。用起泡袋啊，甲物件包起来，装入盒仔了后，搁再包一层，最后用纸箱啊甲装起来。敢若一个碗就需要4个包装袋啊。包材成本甲使用量是爱真多，为着对源头解决这问题，台湾新创业者提出循环包装袋的解决方案。电商出货，甲商品放入循环的包装袋啊，消费者摕到了后，摕出商品，再搁离家己上近的据点，甲袋啊掀入去规形的箱仔内底，包装袋啊就使一直循环，搁再使用。像配合家提出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先把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租赁给我们的电商卖家，然后消费者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看自己要不要选择这样的包材，然后之后他拿着包装的时候，消费者可以到他附近的店家去做归还，并且得到一些折价折扣的一些折扣活动。另外一个制作一般性包装的所在是饮料杯。2019年全台饮料商机差不多1000亿，每年爱大约用掉15亿个，敢若用100饮料杯。有新创业者相关提出所用饮料杯的服务。我要一杯热的拿铁。我要用这个好记的杯子。买饮料选用做旧的杯啊，啉完了后会用自动提到归型站去行。两个这间店买，迄间店行，杯仔回收了后送到清洗厂清洗消毒，就经过品管检查，杯仔就用一直循环，搁再使用。即阵台南市有20间饮料店合作，会员人数超过1万个。一般性包装带来方便是建立在和顺地球资源的基础上，人类所用的环境成本已经坐到唔知变怎行啊！到底是继续要甲当作无看到，也是开始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东沙宽大国家公园，海洋生态是真丰富。最近阁发现5种台湾的新纪录种，咱也做伙来看卖。南海之环东沙宽大有丰富海洋生态，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委托学者调查，阁发现真侪毋捌记录的新物种。其中，这种只有2毫米大小迷你杯是道宾类属，是咧进行马藏甲物种调查的时阵，意外发现的台湾新纪录种。它的个体因为比较小，然后它必须要栖息在一些比较会受干扰的岩礁、台湾前岸海岸，大概这些地方都已经被水利设施，然后或者是那个海岸的工程破坏掉。这摆年度调查发现5种台湾新纪录种，除了1种贝类，也有4种蟹类。这种四角形背壳有纹路，大螯是黄柑仔色的，杜马卡凝像手蟹。大细差不多2公分，台湾毋捌发现过。伊存在伫东沙岛，是伫南中国海分布的上北边。它最多的数量可能就会在更热的地方，像婆罗洲啊、
或是菲律宾啊这一带啊，所以它在这个东沙岛的分布算是它最北的一个界限。未来了哈，如果它受到一些干扰之后，可能东沙岛就没有了。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每5到10年会进行东沙物种普查，每一摆收获真济。上新的调查显示，东沙大部分栖地物种组成稳定，依然有更较侪物种等待找找，是重要的海洋生态宝库。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邦寮有一对种莲母20多年的翁仔某，在北风灾过后，决定回到故乡，甲阿爸阿母斗相共，延续草生栽培法的坚持。只唔有固定的通路，因翁仔某也创造出家己的品牌。土地仔内面的莲雾拢已经熟啊。王清豪和吴东华翁仔某都无闲伫咧采收，伫咧屏东县邦寮乡种莲雾20多年。王清豪用草生栽培的方式，无喷农药。伊讲这是延续妈妈过这片莲雾园的坚持。不舍说啊，就这样回来，常常在喷草药回去那天回去，会很口渴。他说就觉得啊，那我们就去做草生的啊，只要累一点了。悄悄讲做农确实有较忝，毋过王清豪讲起返来故乡种植的迄段往事，当时拄好拄到北风灾，因毋甘爸母留落来，要挖1公顷的莲雾园全爬远去。王清豪甲工课辞掉，返来接厝的工课，就连王清豪的太太吴丹华，自本毋捌加入去莲雾园，即阵也真做是种莲雾的高人。台北那边拍卖市场，然后有一部分我就自己直销。QR code 就是你每一年也是固定要去做药检，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障。吴东华毋但固定替莲雾做药检的测试，也申请 QR code， 互民众会使随时伫咧网络查看卖莲雾是毋是安全。王清豪甲吴东华2个人翁仔某共心，即阵毋但有固定的销路，也创出家己的品牌，成功互这片莲雾园起死回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河美的保安宫本地就有大古镇甲新种团，却因为新种款的年岁是豆豆啊大落，也庙方为着要传承文化，特别成立少年的开路歌团，希望民俗文化会当代代相传落去。少年囡仔真认真在练习弄鼓，其实因拢是庙里开路鼓的成员。中华河美德雅里的保安宫。原底就有大古镇和新种团这寡镇头，不过因为成员的年岁愈来愈大，庙方转做一个由国中、国小的学生所组成的少年开路古镇。大人会协助我们，所以我要做的事情蛮少的，就是要管好他们，然后就是叫他们拿好器具。练习的时候还好，爸爸出去看绕境，然后我对那个很有兴趣，所以就是到了去年才加入这个保安宫。少年开路古镇的成员本身就对民俗文化真有兴趣，而且因拢是保安宫庙方干部的囡仔，自细汉就对士大人伫庙会活动出入入。因为有一点点兴趣，然后就是小时候看就是阿祖他们在打，就是好像很有趣，所以我就加入。一寡少年歌手平常时伫学校认真读册。放假的时阵，才会同齐练习，希望用因的热情，互传统的庙会文化会使一代刷一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有100年历史的台南南城社，当咧推广南管文化。最近这几年又去到社区内开学，受到大家欢迎。学员也讲，这个节奏伫咧现代社会当中，听到这款优美的歌曲，真消透因的压力。大皮白，早起有的下馅啊，有的脆片啊。本来一家伙5个人拢伫遮上课，也毋过这节课爸爸因为有代志请假，妈妈讲因拢做介南管，所以昨社区有开课，就全家做回来学。阮有放个 CD 互阮听，阮感觉这袂歹，拄好有这个机会当来学习，所以阮就做回来。有100年历史的台南南城社，多年以来正打拼保留上传统的南管音乐。伫过真侪年后，去年开始又搁重新回到社区开班授课，希望这项已经慢慢用要失传的传统乐器，会使互愈较侪人熟悉伊，甚至会使爱着伊。我13岁就开始学啊，阮男生说，这拢义务的啦。
进前咱去学的时阵，咱嘛是义务甲咱教。阮这种音乐吼，毋是讲你现学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你学5、4人你都学袂了的。迄阵我家己的囡仔，伊拢甲我定位讲南管就是老人咧佚佗的。啊，其实我甲伊讲，阮即摆阮遐的学员吼，阮的领域足宽的，毋通讲阮南管就是迄个老一辈咧佚佗的迄。本身是心脏外科医生的学员讲，伊感觉南管是一个真有特色的音乐，毋但会使互心静落来，嘛会使排解压力。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对，而且这是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就是兴趣。愈学愈有兴趣，然后愈学愈趣味，系啊，那感觉一礼拜无来学吼，感觉怪怪。我把这个劲甲拔出去，然后慢慢发起安尼。南社的老师讲，只要有人肯学，因就会拍拼认真教。毋但要互南管的协会会使继续拖，嘛希望南管音乐会使为愈较侪现代人来解新闻。记者陈淑君台南采访报道。台湾的摇滚乐对戒严了后，也开始发展啦。到今也是真侪少年人梦想，风格也有多元的发展。亲像台语的摇滚乐，也是愈来愈兴旺。今仔暗时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来看因的台语摇滚梦。成立6年的实用武术，因来自高雄，用摇滚乐唱出属于台湾的语言甲故事，用台语来创作是因一直拢正坚持的代志。其实讲，若是讲阮会使话，嘛是会使继续做即马的代志，毋过是加倍再加倍的放大，互搁愈侪无同国家的人听，台语生存愈快。实用武术4个人做伙组团，做伙创作，也入围金鹰奖受的肯定。另外，同款是来自高雄的千地乐团，因也用心写台语歌，表达对社会和生命的关怀。前提就是因是高雄囡仔，因会使留高雄的气味伫身躯，但是因会使因为台北的关系有足侪新的资源，互因的音乐变甲更较好。一般摇滚乐团用的是吉他、贝斯，但是必学会乐团也佮用到南北管的乐器，亲像阿雅、卡拉弦等等，应用传统的元素结合摇滚乐来唱出现代人的生活。因为恁听其他的乐团，可能会想到，还会联想到别的乐团。可是你听百合花，其实并不会这样，就是你听百合花，你只会觉得哇，这就是百合花。台湾的摇滚乐因为少年人的文化觉醒，有愈来愈多元的音乐，嘛因为对摇滚乐的热情，也一直创作出属于这个世代的台湾款。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4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
见。